文艺中国快问快答，今天采访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陈丽君。陈丽君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优秀青年演员、影派小生，中国剧协会员，常演剧目《何文秀》《陈三让》，青春版《梁祝》，新国风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等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陈丽君。遇到创作瓶颈，你会怎么解决？如果现在遇到创作瓶颈的话，我应该会向老师朋友寻求帮助，也会自己去找一些相关的内容去了解，去打破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吧。也有可能会去干一些别的事情，让自己脱离一下这种状态。那如果遇到低落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会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或者是找我闺蜜。除了艺术创作，你还有哪些兴趣爱好？兴趣爱好，如果在有时间的情况下，其实我偶尔还挺喜欢打游戏的，然后也喜欢种植，有空的时候也喜欢看电影。您觉得用一种动物比喻你是什么？猴子吧，毕竟我属猴嘛。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我其实挺爱吃的，好吃的我都喜欢，像水果类的我就挺喜欢的。你有害怕的东西吗？有的，我怕黑，也怕未知，也怕自己做不好。那你怎么应对自己的害怕呢？要么躲，要么上。